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權力法則系列。今集我哋講嘅係法則5，不惜用生命捍衛你嘅名譽。你有冇試過俾人冤枉咗？明星一夜之間變臭，之後事業愛情全部完蛋？又或者有人背後講你壞話，你唔反擊，結果越講越離譜？呢條法則就係教你，名譽係權力嘅基石，一旦毀咗就等於自殺。記住格林講嘅金句：So much depends on reputation guarded with your life。名譽決定一切，不惜用生命捍衛。法則5嘅核心，名譽係你嘅最大資產，俾人攻擊就要即刻反擊，甚至不惜一切代價。書中講得好清楚，名譽好你就可以威嚇對手，名譽差你就變成眾矢之的。一旦名譽受損，就要即時修復。否則小問題會變成致命傷。點解咁重要？名譽係無形嘅權力來源，俾人覺得你可靠有威信，你就可以少出力就控制局面。但如果俾人覺得你係騙子、弱者、無能，就會俾人踩住頭。最可怕嘅係名譽損失好難修復，好似玻璃碎咗一樣。例子1：日本茶道大師千利休嘅悲劇。千利休係日本戰國時代最出名嘅茶道大師，得到豐臣秀吉嘅重用，成為權傾一時嘅文化領袖。佢嘅茶道風格簡樸優雅，影響咗整個日本文化。但問題出喺佢嘅傲慢。千利休開始覺得自己地位穩固，喺茶室門口放咗個雕像，象指自己嘅權威。豐臣秀吉覺得呢個係對自己嘅侮辱，因為佢覺得千利休太過自大，名聲已經蓋過自己。結果秀吉忍唔住下令千利休切腹自殺。千利休知道自己名譽受損，選擇咗尊嚴嘅死法，寧死唔願俾人繼續攻擊自己嘅名聲。呢個故事證明地位唔係理所當然，名譽一損就要付出生命代價。例子2：拜占庭皇帝米海爾 Michael 同巴西流斯 Basilius 嘅背叛。米海爾係拜占庭皇帝，好信任自己嘅好友巴西流斯，俾佢做禁衛軍長。巴西流斯表面忠誠，但背後開始散播謠言，話米海爾無能、腐敗，慢慢破壞皇帝嘅名譽。米海爾飲醉咗一晚，醒嚟發現自己被士兵包圍，巴西流斯親手用匕首殺咗佢，然後用長矛挑住皇帝嘅頭顱，喺街上遊行炫耀。巴西流斯即刻自立為皇帝。米海爾冇即時反擊謠言，任由名譽受損，最終俾好友殺死。呢個故事提醒我哋，朋友嘅攻擊最致命，名譽要及早捍衛。例子3：中國宋朝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嘅名譽戰術。趙匡胤建立宋朝後，面對一班手握重兵嘅老將軍，佢知道如果硬搶兵權，會俾人話自己係忘恩負義、殘暴嘅皇帝，名譽會毀。佢好聰明，請將軍飲酒，裝醉講做皇帝好驚啊，日日擔心你哋造反。將軍聽到嚇親，主動表忠心。趙匡胤再講，不如你哋交出兵權，我俾你哋良田美澤、歌姬美女，你哋安享晚年啊。將軍覺得皇帝好體諒，主動交權。趙匡胤保住咗名譽，同時鞏固權力。後來劉後主亦都用同樣方法，飲咗趙匡胤嘅酒後變成忠誠朋友。對比趙匡胤用名譽戰術，避免咗血腥清洗，成為明君。想象下，你喺公司做緊市場經理，有個同事阿明背後講你壞話，話你偷懶、方案抄襲，慢慢俾老闆同團隊懷疑你嘅能力。起初你覺得小事唔理佢，但係謠言越傳越勁，連客戶都開始質疑你。最後老闆喺會議上公開批評你，你嘅升職機會泡湯，仲爭啲俾炒。呢個時候如果你唔反擊，就等於自殺。正確做法係即刻行動。第一步，私下揾阿明傾偈，錄音證明佢講大話。第二步，喺團隊會議主動分享你嘅工作證據，話最近聽到啲誤會，我想澄清下，我嘅方案係基於上個月嘅數據分析，大家可以 check 翻資料。第三步，揾老闆單獨報告，展示你嘅成績單同時間表，證明自己清白。
最後，阿明嘅謠言不攻自破，你嘅名譽唔單止回復，仲變得更強，因為大家覺得你有擔當、有證據。相反，如果你忍氣吞聲，名譽受損就好似雪球越滾越大，事業玩完，職場就係咁，名譽係你嘅面子同後盾，俾人攻擊就要即刻還擊啊！實踐法則5好簡單，但係要即刻行動同有策略。首先，你要時刻監察自己嘅名譽，好似放哨咁，留意同事、客戶、社交媒體有冇負面評價。一旦發現小道消息，就唔好拖，第二日就反擊。第二，準備好證據庫，平時就記錄自己嘅工作成果、email、數據、時間線，俾人攻擊時即刻拎出嚟打臉。第三，反擊要優雅，唔要兇狠，用事實講嘢。例如，我明白你嘅感受，但事實係咁樣，大家睇下證據。第四，如果攻擊好嚴重，就要升級，揾律師發律師信或者公開聲明，證明自己清白。第五，最重要係預防，建立正面名譽，平時多做善事，多分享成功故事，讓人覺得你可靠、正直，咁樣攻擊你嘅時候，大家自然信你多過信謠言。記住，名譽唔係被動等緊你，係你要主動打造同捍衛嘅武器，寧願花時間金錢，都唔好俾人隨便污衊啦。各位觀眾，講到尾，法則5教我哋嘅最大道理就係名譽比金錢更值錢，比生命更重要。因為冇咗名譽，你就冇晒一切立足之地。千里休寧願切腹，都唔願俾人繼續污衊。米海爾冇反擊，就俾好友殺頭遊街。趙匡胤用智慧保名譽，就成為千古明君。職場人生都一樣，你嘅名聲係你嘅護城河。俾人攻擊就要即刻築牆還擊，否則小洞會變大禍。今日我就俾大家一個挑戰，返去 check 下自己嘅社交媒體、公司群組有冇啲負面留言或者誤會冇解決，即刻行動澄清返嚟，建立你嘅鐵壁名譽。堅持落去，你會發現機會自己送上門，人脈自己湧入嚟，權力自然水漲船高。大家聽完呢個法則之後，有冇諗起自己啲經驗啊？譬如話你試過俾人冤枉，名聲差啲毀晒，點樣反擊救翻命？定係聽到同事背後講壞話，你即刻點樣打臉佢哋啦？麻煩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下你嘅故事，話俾我哋知你點樣用捍衛名譽嚟翻身做贏家，玩轉職場，玩轉人生啊！如果你覺得呢集講得啱心水，記住俾 like 同埋 subscribe 支持下啦。打開下方嘅小當當，開啟通知，咁樣下次新片出嚟，第一時間就彈到你面前，唔使擔心 miss 咗。仲有 share 俾你啲朋友同事啊，一齊學識呢啲權力法則，人生就多啲主導權，少啲被動挨打啦。下集我哋繼續拆解第6條法則，不惜代價引人注目，等緊你啊！多謝收睇，我係你嘅權力導師。記住，名譽係王道，捍衛到底。拜拜。